你要去干了，别人家花给你钱，他们花给你手续那些东西。这边你看，最多多少？真的好，最多多少？最多给多少？钱贵的是比比下。干那个的那个，都是看意见啊，要嘛，他们俩这个嘛，哎呀，你看我呀，我说你可以给多少的呀？多少？你给多少？no，太贵了。来过，要我们家生菜来过，做到了吗？缺这个的。哎，有包，这边有，过来。对的，那个一个嘞，好，对了。哦，这个有没得好几个。